大量授权客家名录学简，每日一项年成本。全国乡亲去台东纠结脑力普查挑战体，第4月25号举行隆重开幕典礼。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辜秀惠代表中央出席，感谢大家同心协力打造出脑力观光新议题。这唔单像系台铁嘅普查挑战体，咪系带动脑力观光发展嘅重大普查挑。脑力普查挑战体台作就1.9公田安排。咪系全台湾第一座重要嘅老普查上都挑做主体嘅展体，总共包含2只部分。第一部分系沿单嘅铁路一村，改建做普查挑一村本场总挑。第二部分嘅主展体系攀查台台塘、列塔展示馆、特色探体验馆、山藏交流馆、罕有办户外展示体等。下委会希望建起新为特别铁纪录研究中心，团队苗栗查挑，共为是安龙、求山线铁纪录自行车、台湾客家文化馆，还有当地嘅市公嘅闽德水库反复自行车图、客家本学霸等等景点，整合做新嘅研究特别，请求苗栗提起公共研究题为老特点。以上系客家名录学简嘅报道。接下來教大家根本一代每日一項語就是普查，佢當日坐普查去上班，你學會嗎？下禮拜上來了。